居港为灵宫隆重举行福德正神圣诞祭、观音菩萨圣诞庆典，正常发挥庄严肃穆，信众齐聚一堂，虔诚礼拜诵经，祈求平安、健康与吉祥。庄严肃穆的氛围笼罩着居港为灵宫举行的福德正神圣诞祭、观音菩萨圣诞庆典。众多信众及庙方人员齐聚一堂，虔诚参与各项宗教仪式，以表达敬仰之情与感恩之心。为灵宫主席阿里芬表示，庆典首先举行敬庆仪式，随后依次举行祝灵、祝寿仪式，最后以祭宾仪式圆满结束。全部仪式完成后，信众共同享用平安宴，以象征彼此团结友爱、和谐共荣。Selesai acara Capingan sudah selesai ini, tutup sudah makan bersama. Kita semua dalam keadaan sehat walafiat, sejahtera selalu, aman sentosa. Ya, Namo Buddhaya. 庙方希望借由这次庆典，祈愿管理人员及广大信众身体健康、生活安康、幸福美满，同时也期盼进一步增进居港社会各界的团结友爱，共同营造和谐安定的社会氛围。Muhammad Aidil, PAL TV